真正有中国这旅游界、产业界，还有官员组团来到台湾参加旅展了后，遐早起呢有个这中国的海鹰团的174个人来到金门，准备参加这金门收到厦门活动，其中也有20个官员。咱台湾方面为着要表达咱的善意，海基会秘书长罗文嘉也出席活动的开幕典礼。不过，中国海警船今仔日是继续侵扰金门水域，这海巡署也派出4只舰艇监控甲处理。 好，再拍一张哦。再挥一下，哎，很好。小三通的军方到金门，一定人是欢喜甲镜头一手，伊是对中国来的海鹰团，包括福建厦门体育局等20个官员，含各省的收水好手，拢总174个人，要来参加金厦鹰岛活动。非常的激动了，我已经有6、7年没有来金门，有这样的一种交流，我是觉得真的能促进厦门和金门的这种体育爱好者能够互相更多的互动。 这是经过后来台湾上大规模的中国交流团，嘛是总统赖清德就任以来，中国的官员到金门人数上济一摆。根据了解，金门县政府嘛替中国团规划类员工打伞行程，参通金门酒厂、闽南主路等等，但中国官员低调无被受访。现在目前两岸的氛围要办体育活动，应该是重中之重。我们也希望就是说，借由这一次的举办，能够突破，让我们金马地区能够尽量开放，让大陆的游客来金门。 传出着委会为着要让活动单纯化，先向中方提报名单的时阵，特别是摆拄代办含统战系统的官员。另外，为着要塔善意，海基会秘书长罗文嘉会参加印度的开幕典礼。我想赖总统也好，我方也好，不断的释出善意，就希望能够带动这个双向健康的交流。那当然很重要的是，我们希望这个金厦永渡，和平也永渡。希望说这种军事的对立。 或是单向的这个威胁或恐吓，其实都无助于两岸。罗文嘉讲，欢喜看到两岸推进健康有序的双向交流。不过，中国海警船19同款继续侵扰金门水域。 你已进入中华民国禁限制水域。咱的海巡是派出4只舰艇，一对一平行监控，广播驱离，过程差不多2点钟。海巡署讲，这是中国海警船7月第3摆以编队来侵扰，今年加起来已经32摆，呼吁中国体认区域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停止这个行为。记者综合报道。